國際足協計劃出售世界盃等賽事部分股權，喺國際球壇引發軒然大波。國際足協會長因芬天奴發表聲明，話仔細聆聽各方意見之後，發現出售賽事部分股權嘅計劃，無論獲得幾多支持，佢所引發嘅分歧已經唔再符合當初所設定目標嘅利益，因此唔會再推進計劃。因芬天奴又喺聲明中表示，國際足協一直以嚟嘅宗旨都係團結眾人並促進進步。佢會喺未來本着對足球運動嘅熱情，再次將所有相關方聚集埋一齊，並繼續喺各地推動足球運動。因芬天奴日前提出成立一間子公司營運世界盃等賽事，並將子公司唔多於2成嘅股權出售俾私人投資者。佢要求211個屬會喺9月19號之前回覆係唔係支持接受計劃嘅，可以一次過獲得4000萬美元資金。計劃觸發歐洲足協同埋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協反對。歐洲足協更加表明，如果國際足協唔撤回計劃，將會杯葛所有國際足協嘅賽事。亞洲足協亦喺星期五表明支持歐洲同埋中北美洲足協反對計劃嘅立場。而國際足協會長嘅高級顧問科代羅星期五較早時候宣布即時辭職。科代羅發表聲明，形容出售賽事股權嘅計劃對國際足協成員、足球運動以至足運長遠發展都係爛交易。國際足協首席營運長拉穆爾亦都發聲明，話佢同同僚喺事件中都被因芬天奴欺騙。佢形容出售賽事股權計劃只係一個人嘅計劃，又話國際足協嘅使命係為足球服務，而唔係特定人士嘅私人利益。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被問及事件嘅時候就話，佢從未同因芬天奴討論過出售賽事股權事件。Now TV 記者周海敬報導。